1938年，青衣客家村嘅長輩鄧漢峰、鄧元冠、陳世昌等共同創立咗青衣公立學校。校舍位於前青衣大街，即係而家青衣公園旁邊嘅偉景花園所在地。早期嘅青衣公立學校只有一座建築物，裏面有3個房間，當中一個係教員室，兩邊各有一個課室。全校總共有40幾個學生。中日戰爭期間，學校關閉，直至50年代先至開始恢復過嚟。60年代逐漸擴建，70年代初已經有8個課室，上下午校總共有16班，學生500幾人。校園四周樹木婆娑，細葉榕、馬尾松、影樹錯落有致，春鶯夏蟬，座讀有聲，真係學社嘅聖地。到咗1984年，位於長康村嘅新校舍建成，原校搬入新校，繼續運作至今。青衣公立學校建校至今已經66年，功在鄉址，誠如葵青舊貌新顏，傳承與突破一書嘅作者所言，島上學生無分貧富都入讀該校。現時50歲以上曾就學的居民，多數是該校學生。青衣公立學校可說是青衣教育的搖籃。而家就等我哋透過照片去回顧一下青衣公立學校嘅歷史啦。